啊，昨夜生又出来呢，夫妇闹热团亮的咧客家天丝台，大家记到好咧，26349121，那么现场来啊，係兩位欣賞嘅朋友，唐川老師還有謝小玲老師，朋友。大家好，生日快樂！嘿，唐川老師先老大家各講一拜年啊嚇。天使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唐川，祝大家生日快樂，大家出太久。係出太久，還有誒呢，謝小玲老師。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車少年嘅講字，雖然講根本係客家人嘅生日班，客家人嘅節啦、年啦，都根本嘅，不過係希望你都虎年嗬，古一年嘅客家鄉親做得平平安安、快快樂樂，希望大家安子些。嘿，啊，兩時啊，同好在客家天使台同好同。神奇說學逗唱，馬該就以為節目很多，日頭下夜講講，談好來，安尼我按台上可能就會定下題目哦，安尼有清楚冇？日頭下夜講講，我介紹一下哦，談講用1段時間呢。嘿，日頭下夜講講呢，今年做第4年呢，真係感謝當道嘅鄉親朋友嗬，一路來嘅支持啊嗬，今年呢我都換一個心態，就變到半點鐘，雖然講變從1點鐘變到半點鐘呢，不過呢節目呢哈精緻化。精緻化，時段比較好，禮拜日嘅下晝頭6點半到7點，黃金時段。應食飯、應笑、應看，冇感動。係啊，真係唔免唔用啥講嘅，從咧按你看看啦，會按笑出來咧，講好笑。我講，佢話我盤啊，哪有啦，冇啦。還有哦，那啲唐川大哥啊，都係年底度啊，做係岳父啦，歹勢啦，我老爺冇會怪罪。係啊。我講吼，啲顯示嘅社會地位度吼，我唔係做反應，我係做下顯示呢個阿爸啦，因為我係有錢人，嗱冇誒去愛到兩個工廠做事嘅阿不多啦，我啲當錢啊，想辦法攞件咩俾死哦，咩唔死啦，佢結殘嘅呢哦，用嘅發硬嘅哦，捱條嚟之後嚟，之後嚟打，捱會俾人打死了。冇替身咧哦，其實佢親自上場。哎呀，大都係做起武強啊！我講佢唔係啥好人啦，你講講冇看乜做得啦，冇啦，開玩笑。年都看啦，年聽咗看，當好看。那個開始播啲啊？4月27，啱好條8點就開始咧。哦，一禮拜我一開頭冇嗌，一禮拜2後真要嗌。好，記得啊。咪前面慢慢看哦，冇看完就好嘅。就看前面就好。唔好全部去看，全部去看哈。按住接聽翻好唔好？好。第一集唐川大哥嚟接一下。好嚟。新店嘅廖小姐你好，廖小姐你好，廖小姐，廖小姐你好，有人在嗎？廖小姐，哦有。廖小姐你好，嘿你好，講西安講開封，嘿，一講幾年？第一題，我哋冇煩呐，帥。你是客家朋友嗎？不是，不是啊，沒關係，那也歡迎你光臨我們客家電視台哈。請問一下，你要選哪一題？第一題。對。好，第一題。西歸漁村，我同一隻地名係哪位咧？恆春。哦，知道錯嗎？錯哈，恆春哦，嚟看一下，恆春錯唔錯？恭喜你，恭喜啊！恭喜！好，你團結到好咧。123456789，我記得好啊哈！我第一通電話，我當然關心一下。才幾號？9號。哦，幾號？9號。9號。好，9號。愛我冇？借我看一下啦。不行，你不能看，這樣會不公平。因為這是最後面底杯度有太久到底杯度，聽到中的提示。唔知啊，有100個機會講，愛我也冇我。我昨天同人講嘅係天師都倆9種嘅底杯度，1/9的機會，每一位打電話進來，打電話進來哈啊，你要說國語哈，打電話進來我都會問他要不要換，每人會問一次，要換嗎？不要，不要換哦。好，我真的很想幫他，可是他不讓我看。拿出來了，電視機旁邊的，我們來看一下，你覺得你拿到的是什麼東西呀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希望是什麼？電視機。哎呦，哪有這麼容易過年？我們來看看，如果你真的拿到電視機，可以借我看1個禮拜嗎？可以。可以哦，好，你要記得哦，那就恭喜你拿到37寸的液晶電視。真奇嘞！恭喜你哦！好高興哦！
你哦，要给我地址，我去你家看电视哈。好，谢谢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没有，你还有加码题，你要吗？好，好，加码题哦，唐川大哥，加码题，送给马该。加码题的话，要送他远红外线能量磁盘有5型的精油送给你哦。这个也不错啊，不错，很好很好。题目黑马该呢？来，祈禱日頭下，你講唔見咧。站在太陽下，月亮不見了，請猜這個很有名的一個節目叫什麼名字？節目名稱叫什麼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哦，没关系，不知道，因为你太好运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留给哈一掌你，恭喜你哦，安之 C， 拜拜。来哦，中立刘小姐。对，中立的刘小姐哦。哦，希望刘小姐，如果我家，刘小姐，你可以，我燙黑髮毛。你好，我燙我燙黑髮毛，外學嘅藝門咯嗬。祈禱日頭下，你講唔見睇咧，台咧客家電視台，當好看嘅節目，係乜嘅節目？係乜嘅？你係加碼題哦。64個。64啊嘛，你講。你頭下講咩啊？你乜嘅下？你頭下你講。係嗱，你頭下你講嚟看，錯唔錯咧？錯咧。好，鼓手你先得到嘅咧係遠紅外線能量磁盤，還有5型的精油。謝謝。好，按行到團量嘅冇？愛。好，既然就嚟團量嘅團幾多題？7題。嚟看一下題目係乜嘅？小玲姐嚟看哈。好。客家話。以後純順。團一隻題名。咩團一隻題名？星座嚟看一下錯唔錯？錯咧！星座你準啦，同樣。唔可以先幾多號咧？幾多號？我先幾多號？7號。7號。唔怕啦，水蓮天師本人出社會，不過還有動到嘅睇獎啊。還有獎哦。7號一樣，同樣係滿哦。愛幫冇？做得幫啊？做得啦，做得幫啦。擺幾飛哦？愛冇？我幫忙，幫忙啊！愛幫冇？我得幫好忙，好忙。提示一下啦。韓州的聽聽。韓州的啦。愛幫冇？夾哦，還有動動然哦。點感覺啦？好，每班哦，每班經係就拿起來咯。我老講得到嘅係馬嘅東西哈，恭喜得到遠紅外線能量磁盤加5型精油，鼓手按你2分呢，2分啊，1分做的送門朋友哈，恭喜你哦，安之 C， 好，今日安你啦，我多謝2位哦，唔，安之 C 哦，謝謝歡迎哈。